哦，大声朗读的软体 ，PDF 档也可以读，也可以念，把它文字的反黄来念，声音还可以大一点。礼拜五，长荣航空，桃园到清迈，7点25到10点，这大概3个钟头，回来是。我想要直，看直的就转90度，然后你把它抬高，抬高，这样每一行的字比较少，练速读比较方便，我很快看完这些字比较方便。龙坤艺术念会，现在念那个反黄油黄红黄色那些字，瑰宝字打错了。这个手机软体叫大声朗读，在 Google Play 搜寻大声朗读。会念文件，小声一条，大声。在这里可以看到最美丽的太北田园风光，是休闲田园游乐好去处。公园一望无垠的园区内，根据地势的高低不同，分为花园、果园、茶园、养殖场、稻田、湖泊等多个不同区域。还圈养了几只长颈鹿和斑马。在这里，游客既能欣赏到上百个品种的热带花卉，品尝生态有机的水果蔬菜，也能跟园区内的各种动物嬉戏打闹。听说很多日本的知名煎茶和台湾乌龙茶，其实都是从这里生产的哦。甚是有趣，还有不少的泰国连续剧在此取景哦。餐食早餐，机上餐食午餐，泰式风味餐 B 晚餐，三兄弟有机风味餐 B 住宿，青来 ASTARPHOLARERESORT 独立小木屋，或 IMPERIALRIPERIHOUSE 或 THEMANTRINI 或 BISTAHOTEL 或 M 布迪克雷索特国际酒店。27分之16。青来波浪符黑屋博物馆金三角游船，含长尾船游览湄公河及上辽国岛。波浪符鸦片博物文史馆新馆少数民族部落长颈族波浪符返回清迈。黑屋艺术博物馆，黑庙与白庙截然不同，展现了天堂与地狱、好与坏之间的天
妙宫廷风格不同的是，飞屋博物馆周围还散落着十几栋大小不一以牛角装饰的建筑，有几栋建筑甚至有3、4层楼高，因为所有的建筑、展品、艺术品等都以黑色为基调，所以又被称之为黑屋博物馆。少数民族部落长颈族，您可见到长颈族的风俗习惯与生活情形。此族群的族人已日益稀少，故更显现出他们的特别。由于长颈族人古老传统习性，小女孩7岁开始就需在脖子上套铜圈，且随着年纪的成长，铜圈越加越高，直到结婚为止。金三角游船顺路探访清圣古城，后继前往泰缅辽3国领土相衔接的地方，以湄公、湄塞两河的交汇成为自然国界。您将于此处搭乘长尾船游览湄公河，观看两岸人民生活情形。在此将安排您登上辽国岛，了解辽国人民的生活情形。鸦片博物文史馆新馆，此馆展现了鸦片的来历、非法毒品的冲击，并提供给学者研究及探讨，深具教育意义。金三角这3个字本身就会让人联想起此处是鸦片及海洛因的量产地，毒品的制造、毒品的交易、边界、内战、军队、远景及走私。在1988年，斯里那加林达皇太后，当今太皇之先母后，在泰国最北部开始发展 DOITUNG 计划，力求改善泰国金三角居民的生活，结束他们对罂粟花谋生的依赖。几年后，皇太后又进行另一个计划，就是教育人民鸦片在金三角及世界各地的来历，以及帮助人民参与抗战非法贩卖毒品。目的是要让所有的人了解麻醉性药物及非法毒品。这不只是住在金三角国界人民所要面临的严重问题，也是世界各地人民所该关注的问